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有虎3年，有歹3对时。古早是用时辰来算时间，一对时就是12个时辰，嘛就是一天。较早的人讲，要学功夫嘛着3年4个月，就是讲功夫若要学甲会出师，像在做木工的，也是其他重手路的石头。迄是需要一站真长的时间才有会着。若要学歹咧，若去互挖着歹习惯，迄毋较快，3天就规组害了了啊！所以即句俗语就是要甲咱点醒，毋通好诶毋学，专学一寡阿萨布鲁诶代志嘿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